哎，碧落姑娘，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？每次见着我就跑，我就那么让你害怕吗？不是，孤男寡女着实不便讲话，要不公子还是请回吧。你跟你师傅也是孤男寡女那么长时间了，跟他方便，跟我就不方便了。对了，我听我妹妹说了，你跟安子毅也没什么关系吧？所以本公子这次来是向你提亲的。什么？本公子向你提亲？不可能，我与公子只有一面之缘。那你意思是咱俩熟了就可以了？喂，哎，等等，咱俩见过2次了，1回生2回熟，咱俩已经熟了呀。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喜欢钻空子？哎，你喊什么呀？救命啊！赵大公子耍流氓了！哎，我什么也没做啊！我没。一洛，我一定要娶到你。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先生，我抓到了失踪的羽箭。你怎么伤得这么重啊？有一个地道，他们挖的就在军营的脚下。他们是谁？车马民夫。车马民夫是赵丞相。是赵丞相在当地雇佣的军需杂役，整歼上万人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不要说话了，留住一口气，我找人来。子夜，这是谁？他怎么在这儿？子夜，快帮我救救他。怎么样？还有救吗？救不了了。子夜，哎，在山里找一处僻静的地方，把他好生安葬吧。好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叔叔先生，您就在这里好好休息吧，好好休息。此处环山绕水，风景秀丽，也是一块宝地，对吧？我会常来看你的，给你烧纸钱花，好吧？千万别来找我，千万别来找我，别来找我。要找就找，找出车，对，就是他。千万别来找我，千万别来找我，好不好？保佑我，好人好不好？哎，保佑我，保佑我啊！保佑我，保佑我！哎呦天哪！出车，真是辆输入山，还好我早走一步。师父，你到底经历了什么可怕的事情？我好担心你。是不是吓到你了？不是吓到，是我第一次以为你会死掉，我好害怕。傻丫头，你还好好的活着，我怎么可能先死？我要出去一趟。不行，你不能出去了。安大哥说了，现在外面天气渐渐变凉，你出去会感染风寒的。我有要紧的事，必须立马出去。若，你陪我一起去，这样就没事了。远吗？
你陪我去一趟金陵府衙。这儿就是你爹之前供职的府衙。还好吗？走吧，有我在。你们来了。好浓的药味儿。今天感染了一些风寒。洛，你先出去吧。哦，别走远，注意安全。师傅放心，洛儿就在附近转转。玉姑娘第一次来到金鼎府衙，不知道需不需要人带的？不用，我不会走远的，请放心。若不是我们一家受难，哪还有你们在此？我都忘记自己还有七月这个名字了。隐姓埋名这么多年，爹，我好想你。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，正在想办法怎么办。我今天来，给你带来了额外的线索。哦，我已解开之前两国交战，军中10万支羽箭不翼而飞之谜。当真如此？军中的一切战备，皆由赵丞相主持管理。他派人在天水关做了手脚，将10万支羽箭全部藏匿于军营脚下的密道中。四皇子一旦找到密道入口，便可真相大白。赵丞相这次犯的，可是欺君叛国之罪。太好了，你为六皇子做事，为何却娶了赵丞相的女儿？二弟何出此言？我向来为人中立，怎么会帮六皇子做事？我怀疑你很久了，承认吧。一连3个死不见尸的案子，哎，我就奇怪，为什么这些年来都有官员这样举家离奇失踪呢？当年的纪大人，昨夜的陈大人，傅大人，可不是嘛？两位关哥哥，请问你们在说的是什么事情？怎么，你还不知道啊？昨夜里京城有一户人家离奇的失踪了。是啊，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这坊间传言是妖郎所为。
妖郎是，你不知道吗？没听说过。传说这妖郎平日里幻化做人，潜伏在民间。8月15的时候，再幻化成妖郎出来咬人。一旦被他咬死，尸体顷刻之间消失殆尽，一点痕迹都没有。不过这话说回来，目前还没有人真正见过妖郎，这一切也有可能是假的。再说了，那个妖郎怎么那么聪明，要的都是当年太子爷的心腹啊！是啊，好了，不说了，我们去忙吧。哎，走吧，有的忙了。妖狼，传说中的妖狼之毒。师傅的，我犯病了，快去找子怡！到底得的是什么病？只要是遇到和太子、二皇子有关的事情，你就会变得格外上心，甚至不惜牺牲家人。可六皇子一旦有需要，你就会立马赶到，而且事必躬亲。那是因为初浅嫁给了他，初浅是你我两个的妹妹。但你可曾想过，赵锦旭可是你的结发妻子，你骗得了别人，可骗不了我。好，既然你知道了，我便不再隐瞒。是，我是为六皇子做事。既然我已经给了你额外的线索，那你我之前的约定也就到此为止。我想再等等。我不想再等。对不起，弟弟，我怕你出尔反尔。你只需要再多睡1个时辰就好了。抱歉，我只是希望更确定一点。姑娘，你一个人在这里干什么？这里是停尸房，不宜久留，快快离开。不好意思，老伯，我也是一时神伤，误入了这里。我现在就走。这里危险，有坏人。哪有坏人啊？洛姑娘，你是谁啊？为什么把我绑在这里？本丞相今天请你前来，是有事相求。赵丞相，没错。丞相大人请人的方式还真是独树一帜，与常人不同啊。难怪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呢。洛姑娘，可能你不知道吧？本丞相之前可是大张旗鼓地带着聘礼，到贵府请你当我的儿媳妇，只可惜被你师傅把我们轰出来了。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师傅有好多事情都瞒着你呢。你的儿子赵锦臣几次三番想要倾覆于我，这件事我师傅做的也没错。那你是自讨苦吃。不是我不愿意，是你没有一个好儿子，他不配。
不全是？你分禽兽！君雪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们怎么才来？君雪，叫人！叫人！快去叫人！快去找大夫，大少奶奶受伤了。是。你俩。的人没有一个对我是真心的。我爹把我当礼物一样送人，我喜欢的人从来都没有正眼看过我。我嫁的人想方设法的隐瞒我。楚清大哥是真心的，楚清大哥是真心对你的，真心。我们从来没有圆过房，直到现在都合衣而睡。为什么？既然他不爱我，为什么要娶我？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非常非常爱你。我只是不得已的付出。我是不是就快要死了？也许你不会死，不会死的。那就好了，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怕是等不到我们重新开始了。下辈子，
继续，继续，继续，继续。空中一只愿爱一生一世，得而复失，赵继续他救了我，赵继续他救了我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我没有保护好你。赵丞相说的对，你有太多的事情瞒着我。亏我还那么相信你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我所做的这一切全都是为了你。什么？为了我？我刚刚差点就被人给……既然爱搭上了赵继续的一条命，他是为了你，不是为了我。你干什么？放我下来！出车！放我下来！你已经失去了赵继续。放我下来！若你再不停手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以后只会失去更多。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我下来！你把我放下来！放我下来！你想做什么？所以今天早上，你把我送去出清的衙门，也是你们设计好的，是吗？是。我只有用你把他引出来。本来我可以更早来的，但我也被他下了药。为什么是我？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去只有你把他引出来，才能开始。我是很有办法。你也无能为力的时候，是。我只有一个人了，那就是你。我不想再听到这样的鬼话了。你心里在乎的，就只有你自己。如果你真也这么想，那你就把我当成一个坏人吧。你以后还自己抓好我。我告诉你，赵继续他完全可以不用救我的，他就是为了怕你伤心才救的我，连命都搭进去了。那是他的事情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冷血呀？你为什么这么冷血呀？我再也不想跟你这种人苟且偷生。你做什么？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不能让你死，包括你自己。如果现在
连你也对我各种隐瞒利用，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何苦要卷入这场无谓的纷争？这就是你心心念念，你爹死之前说的那份名单。你是怎么找到的？朝堂之争本就是你死我活，要想在这场血雨腥风中明哲保身，还要破你家的案子，那我只能靠出清这个金顶官。我最信赖的说书先生也因此而丧命，所以你以为这一切都是闹着玩的吗？楚清知道我是谁了吗？他当然不知道，我怎么可能让他知道？那这些名字你都查了吗？我现在还毫无头绪，所以你不要逼我。赵景旭死了，你可以当做我冷酷无情，但是你知不知道，我自己也有可能有一天会命丧于此。我累了，先回去了。不要走。谢谢。我有我自己的方式守护你，所以你也只有相信我。好。那我究竟是你的什么？我不想让任何人看出来，你是我最大的软肋。放开我！凭什么抓我？知道我是谁吗？啊！就因为我抓了一个民女，你们就这样对我？呸！老夫瞎了眼，把我女儿嫁给你这个狗东西！你个忘恩负义的畜生！赵丞相强抢民女于府中，如今人赃俱获，此为先。近日金鼎府衙得到匿名举报，赵丞相涉嫌多起冤假错案，贪腐数额巨大。今更有线人举报，赵丞相在两国交战之时，设下陷阱，私藏羽箭达数10万支，致国家存亡于不顾。故押此带回，数罪并罚。带走。是。走。见过景王，不必多礼。屋里请。哥，
你怎么看起来气色这么不好？气候突变，感染了风寒。二弟，你要多注意身体。你们三人今日一同前来，所谓何事？璎珞呢？你要找洛儿？哦，不用。有件事，不知道方不方便说呀？殿下不妨直说。此次赵丞相彻底垮台，还多亏了你提供那10万支羽箭的线索。羽箭都找到了？均已找到，的确在当地人挖的地窖之内，保存完好。由于四皇子一直驻守边疆，所以他们也不敢轻易取出。没想到，你口头上说不帮我，但还是帮了初清。一样的，我们是一家人嘛。我原本以为的一家人，可不是这种一家人。二弟，你可不要这么说，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。这次二皇兄怕是坐不住了。初浅还在这儿，听我们讲这些好吗？没事的，哥。我与启燕也经常聊这些事情。初浅，我记得我和你说过，不要牵扯到我们的这些事情里面来，就连知道都不行。初浅，你去找洛儿吧。可是启燕是我的夫君，我怎么能不尽力去辅佐他？你若执意如此，那我们没什么好说的。各位请便吧。哥，你别这样。一家人才要彼此顾忌和尊重。不说了，各位请。初彻，我希望你能明白，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师父，让开。初浅姐姐，你起来啦？姐姐留下来陪我玩会儿吧，能不能留下来陪我再玩一会儿？今天恐怕不行了，齐燕还有事要忙，我们先回去，改日再来找你玩。初浅姐姐，走了。啊。有些事，我们少靠近，才是最好的。可是感觉这样，我们彼此会越来越远。若是因为利益关系，一家人就会有所疏离。那这样的亲人，不要也罢。师父，你身体怎么越来越差了？尤其是现在天气渐渐凉了，你这……我没事，你去找子毅，让他再给我开几副药。好。哎呀，累死我了！哎呦，睡了？睡了。因为火阳乐它有安神的作用，吃了就容易睡着了。如此便好。白天我见到初浅姐姐了。是吗？她变了好多。你想啊，这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初浅下的是六皇子，要帮他处理各种事务，想要变得简单，是很难哦。我犹记得，当年和姐姐一起在院子里，和我谈论什么是爱情。
姐姐说，就是陪伴着爱的人，一起做他想做的事。这爱情啊，可能就是各有各的样子吧。所以啊，还是我们这样做普通老百姓的最好。那是。安大哥，我师父他得了什么病啊？为什么总是好不了？你师父的病能控制到这样，就非常非常非常不错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因为他套我话是吧？说了以后有机会跟你说吗？每次都说以后，到底为什么以后才能告诉我？现在说不好吗？我现在告诉你了，你能帮他解决什么？我……而且你想象一下，这样一个画面，你师父如果真的知道我告诉你了，他那个性格，绝对能一剑就把我刺死。而且他那个智商，我这个智商，我还是别出卖他了吧。生命安全毕竟是最重要的。我师父是不是中了妖狼之毒？我去帮出彻盖被子啊！喂！如今赵丞相的欺君叛国之罪已成立，父皇对二皇兄的信任大大降低了。今日在朝堂之上，微臣都发现，皇上有多器重殿下。我希望你能说服出彻来帮助我。殿下应该知道，他不可能愿意的。我不相信，他什么都可以不在乎。那是殿下不了解他。他狠起来，谁都不在乎。易洛，他不在乎吗？启禀殿下，礼部侍郎李怀柳有要事禀报，叫他进来。是。礼部侍郎李怀柳叩见景王殿下，免礼。谢殿下。初大人也在，下官有礼了。什么事让你如此着急告知本王？看来你必须去找一趟出彻了。你又打算来替六皇子当说客？我此次前来，不是为了让你辅佐六皇子，而是为了国家大义。此事我并不想掺和。无论如何，这一次你必须帮我和初见。我凭什么必须帮你们？若你不帮我们，二皇子一旦谋反成功，所有人都会因此丧命。二皇子要谋反？二皇子会在明晚子时动手。二弟，我想你不是不明白，二皇子一旦谋反成功，你那徒弟易洛将是第一个被追杀之人。毕竟，如果没有他，就没有我们拿下赵丞相的第一步。四皇子手握重兵，如果我们能劝说他前去护驾，那么以二皇子的兵力，无非是以卵击石罢了。带兵护驾，那这样一来，岂不是所有的功劳都拱手让给了四皇子？没有皇上的虎符与诏书，谁都不能随意调兵，更何况是带兵进攻了。
日后如果四皇子进京劝说二皇子，美其名曰清君侧，有大功必有大过。日后当二皇子一事逐渐平息后，皇上不定会怎样揣测四皇子的动机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将此事加以利用，皇上日后必定会陷入惶恐不安的情绪当中。因此，我们现在要做的，就是让六皇子不要在皇上心中留下丝毫的印象，无论是好是坏。还是你看得透彻。你去转告六皇子，定要护洛而周全，其他的交给我。好，那事不宜迟，我先告辞了。明日，我让出浅带你和简儿出城避一避。出城？这是为何？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，到时候你自会明白。可是我不想跟你分开。放心，我会没事的。答应我，替我好好照顾妹妹和简儿，好吗？好。停一下！官爷，出城干什么的？我们是去乡下探亲的。这不老家来信说呀，老母亲身体不太好。你看，这天还没亮就往回赶呢。你这个……官爷，你看，您通融一下，您行个方便啊。过去吧。哎呦，谢谢您了。谢谢啊。站住！你回答我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怎么办？一开口就露馅了。不，官爷，官爷，这是我弟弟，你就看在他是个哑巴的份上，就让我们过去吧。啊，哑巴？是个哑巴。你看我这两个弟弟啊，生得这么俊俏，这可惜了，都是哑巴。我怎么觉得有蹊跷啊？官爷，你还不信我不成？来人，给我上去，把他拉下来。官爷，住手！见过楚大人，见过楚大人。你们就是这么办差的，随随便便欺压百姓吗？楚大人，我是守城的官兵，张大人的手下，您不能处罚我呀。你们张大人若是知道，他的一条狗今天试图咬本官，不知道会作何感想？带走。楚大人，楚大人，楚大人！本官管教不严，惊扰了各位小兄弟。放行。这。姐姐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金野宫里要出大事了。什么事儿？二皇子要谋反了。那我师父怎么应对啊？六皇子要去护驾吗？你师父呀，出了一个一逃三世借势杀人的锦囊妙计。一逃三世？皇位呢，就是那个逃；皇上、二皇子、四皇子就是那三世。我的祈愿啊，都可以不用趟这趟浑水，就能不费吹灰之力搞垮那个二皇子。一场血雨腥风的皇权之争，为了欲望而骨肉相残，
在出钱姐姐的口中，却如此云淡风轻地说出。就在这一瞬间，整件事情不但没有让我如释重负，反而似乎更加沉重起来。四哥，淑清见过四皇子，请坐。南无阿弥陀佛，为师父祈祷，为皇上和天下百姓苍生祈祷。九皇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好不容易才找到皇嫂，巧了，简儿也在。想必这位姑娘就是出家二公子的宝贝徒弟了。看到你们，这一切就都说得通了。奶娘，把简儿抱回去。是。有什么话还是回京说吧，我等妇孺之辈，您说什么我们也不懂。不懂？昨夜二哥兵变，这么大的表功机会，四哥一个劲儿地往前冲，六哥却没凑热闹。我就说这不是我六哥的性格呀，原来是有出家二公子在背后当军师啊！我还是听不懂你说什么。小弟此行，事情很简单，就是想请六嫂跟我走一趟。做梦！哎，这位姑娘，你先别动粗。六嫂，你也别害怕。你看，我们这么多人保护你，你安安心心的跟我们走，我保证你安然无恙，如何？这么多人，对付我们3个女人一个孩子，您还真是别有用心啊！我再怎么别有用心，也不及我六哥吧？这么多年经营的春秋大梦，让尔等坐收渔翁之利。这么看来，你二哥定是谋反不成了。九皇子，就算你把我们抓起来全部杀掉，也依然改变不了二皇子叛变的事实。反而加重了你的罪。但你若是把我们放了，也许我师父还能为你求情，说几句好话，减轻你的罪。你一个小丫头片子说的话，我能相信？哼！现在我只有把你们都掌握在手中，他启宴才能老老实实的听从我的指挥办事。你醒醒吧，这一切都是徒劳。好言相劝你不听，那就休怪我无情。孺子不可教也！快进屋。全部退后！师父，我还以为你不会来。
洛，洛，冲锋之帅，不能起毛雨，你还在这里做什么垂死挣扎？洛儿，洛儿，洛儿，齐安呢？齐安怎么样了？他还好吗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关心齐燕？快去备马车！把九皇子给我拿下！洛儿。还不行。醒了醒了，安大哥，你可算醒了，知道吗？你睡了3天3夜。我师父呢？你师父去出清那里了。二皇子叛变之后，还有好多事要处理，他一会儿就回来。我的衣服谁帮我换的？哦，衣服是你师父给你换的。什么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也不拦着他呀？这样我以后怎么做人啊？行了，什么叫怎么做人啊？你以后早晚还不是你师父的人。谁说的？你别乱说，我和师父清清白白的。我没说你俩不清白啊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你了。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吧？你这算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你师父那个怪病，什么病啊？是不是中了妖狼之毒？你看我这张嘴。你看啊，你不可能一辈子都陪在他身边，对不对？而且你告诉我以后，我能够更好、更用心的照顾他，对不对？而且，咱俩是一个阵营的呀。安大哥，你说了，那是真的为他好。告诉你，你千万别跟你师父说是我说的。当年，师父带我们10几个孩子外出游学，我们在山里遇到了巨狼，所有人都被咬死了，只有我、出彻，还有另外一个孩子逃了出来。但是出彻为了救我们，被妖狼咬成了重伤。原来妖狼传说竟然是真的。后来我们跑啊跑啊，在山中好不容易找到一户人家，里面住着一个很老很老的太爷爷。那个太爷爷告诉我们，我们遇到的是妖狼，若是被它咬中，会染上妖狼之毒。人若是死了，尸体会消失，但若是能苟活于世，轻则疯癫无状，重则痛如焚身。那我师父染毒重吗？很重。这可如何是好？其实那个毒是可以化解的。怎么化解？在九溪山上有个山洞，里面是无数毒虫蛇蚁，可以化解这个妖狼之毒。但是过程十分痛苦，
非一般人所能承受。曾经有人中了毒进去，但是没有人能活着走出来。当年你师父在里面待了2天2夜，出来的时候身上全被咬了。我师父身上的伤，就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。所以，你师父为什么性子淡漠，你也知道了吗？其实，他小时候不是这样的，但是他现在没办法，他必须淡漠，淡漠到连杀人都可以不眨眼，他才能保住性命。还有一个人，也染了妖狼之毒，但是却活下来了。是谁啊？是当年的金鼎官纪行元大人。当时我看到他那股子魄力，我就知道，哇，这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。但是事后好像听说，他们一家子就都消失了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。唉，可惜了一个好官啊。原来我爹也受过妖狼之毒，怪不得他2、3年出去一阵子才会回来，每次回来都憔悴不已。那他们会变成妖狼吗？传说当中会，但是我没见过。你们在说什么？没什么。你们先聊，我先走了啊。你现在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，还不能沾荤腥，所以还要挨一阵寡淡日子。安子怡又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跟我说师父的病是怎么来的。他这个人啊，总喜欢夸大其词。你不要全信他，没他说的那么严重。师父，你会变成妖狼吗？你怀疑我？我知道你有很多事情瞒住我，但是我也相信师父不会滥杀无辜。我是中了妖狼之毒，但我不是妖狼，你信吗？我信。那就够了。师父，有时候呢，把自己的痛苦暴露给洛儿看，并不会让一切变得更糟，反而以后多了一个人可以分担，这样师父的痛苦就只剩下一半了，不是吗？身上的伤还疼吗？疼。对不起，来晚了，让你受伤了。我答应过你，出城以后要保护好出钱姐姐和简儿的呀，我做到了。可我没能保护好你，我很自责。
我知道，你对我这么好，都是因为当初你对我爹的承诺。不是这样的，你的命是我的，我不许你死，你就不能死。那师父，你喜欢洛儿吗？不喜欢。果然是我自己想多了。是离不开，是一辈子都离不开我的洛儿。你不用这样安慰我。我没有在安慰你。那你就更不能这样说，因为你知道我喜欢你，但是你又说了你不喜欢我。傻丫头，我说不喜欢，是因为这2个字太浅了，根本承载不了我对你的感情。那你说是什么样的感情？是爱。你爱我？为什么我一点都感觉不到？就是不想被你感觉到，所以我才会一直努力地克制自己。但现在，我不想克制了。等我帮你查清你家灭门案的真相，我就娶你。好。你要多休息。来，在师父怀里睡一会儿。夫人，保护老爷夫人！这可是何时好啊！迟早回来。参见秦王殿下。怎么样，新上任的丞相有查到什么背景吗？这个新丞相口风倒是很紧。自然是的，新上任的丞相都是父皇身边的人，父皇最近疑心病很重，自然不会对咱们透露什么消息。其实，在朝堂之上已经有很多我们的人了，所以殿下大可不必担心。毕竟这商议太子之事，也不是1天2天能定下来的。哦，对了，我要纳妾了。纳妾？是哪家的小姐？户部尚书齐大人的女儿，齐。那此事出前，
他知道吗？初显他知道了一些。哥哥也在，我给殿下炖了一碗参汤，来补补身子。放那儿吧。你们慢慢聊。你还好吗？齐燕现在对我越来越不耐烦了。你要知道，六皇子是要当皇上的人，他不可能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你身上。我还能做些什么呀？哥，你教教我吧。听闻丞相的夫人特别喜欢收集玉器，如果你能替他笼络丞相的心，也许他能够对你刮目相看。照顾好自己。